玲，妙玲，妙玲！妙玲！ 我这是在做梦，还是现实啊？皇帝，你还我家业！你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我家业命了！妙兰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家业，家业身为佛门弟子，居然勾引朕的妃子，亏朕平日里对你那么好。 你居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呢？宝剑，宝剑，宝剑！怪物！快跑！放开我！ 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快跑啊！到底想干嘛？走啊！有妖怪，快跑！快点！你干嘛呀？妙莲，朕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 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古怪？我们不会阴差阳错误入魔界了吧？大哥，你面对现实吧。
这已经不是你的那个朝代了，现在是我的地盘。这个地方这么古怪，这么可怕，快跟朕回宫！快！回什么宫啊？回宫你就要处死那个妙莲啊！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你不是早就立了太子了吗？你驾崩了，太子就可以继位了。不要以为少了你，世界就不行了。你这是大逆不道！你在诅咒朕吗？你不怕朕灭你九族吗？灭我九族？我还灭你九族呢！你以为这是你的皇家大院啊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没空理你。你，妙莲，等等朕！妙莲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让你看，是不是家业做法把朕吸到这里的？他是想害死朕。不提家业还好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！贱人，现在还护着奸夫！你居然敢咬朕！你敢掐我就敢咬你！你什么时候变成泼妇了？就是泼妇，我就是泼妇！大胆刁民，见着朕还不下跪！朕要诛你们九族！妙莲，妙莲！妙莲！啊！妙莲！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对不起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小心点。对不起，家属在外面等。你是不是病人家属？啊，不是，那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就算认识。认识？嗯，到底认不认识？认识。哦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皇帝。皇帝，姓什么？姓唐吧？不对，姓李。到底姓什么？姓李。李皇帝，名字好奇怪呀。哎呀，什么呀？